大家好，我係周振軍醫生。今日好高興喺呢度同大家一齊見證心血學堂正式啟學。心臟血管聯盟呢，係我哋醫生係為廣大嘅市民係成立呢個架構呢，係幫助公共嘅醫療嘅健康嘅。呢個聯盟呢，宗旨呢就係要積極咁樣去主動推廣心血管嘅健康。我哋醫生呢係會成立一個廣大嘅私家家庭醫生嘅網絡，同埋私家嘅專科醫生嘅網絡一齊，係喺廣大市民嗰度呢，尤其是三高嘅高危嘅病人，包括高血壓、高血糖、高膽固醇嘅病人，係提醒佢哋係要照顧自己嘅心血管健康。咁我哋醫生呢，喺我哋醫務所度呢，係會推廣呢個健康服務呢，令到啲病人係早啲嚟睇我哋家庭醫生，定期檢查，同埋呢係早啲接受治療。有需要嗰陣時候呢，我哋會安排佢做呢個心臟風險10年嘅評估，同埋心血管年齡嘅測試，希望減低嚴重嘅心血管嘅併發症。咁喺呢度，我要多謝咁多位嘅支持。咁希望我哋大家一齊努力，係為廣大嘅市民嘅健康係努力，亦都會改變到公私營呢兩個醫療體系嘅發展。我哋向前邁進。多謝各位。